大家好，又到下午茶時間。今日分享自家製熱鴛鴦。材料有一杯熱水、咖啡粉、咖啡伴侶、一個普洱茶包就可以啦。首先，將個茶包放落熱水度浸10分鐘，等個茶包出味。10分鐘後，茶色已經變深，跟手將茶包攞走，然後落1羹咖啡粉、1羹咖啡伴侶，跟住慢慢攪勻佢，等啲咖啡粉同咖啡伴侶溶落啲茶入邊。當啲咖啡粉同咖啡伴侶溶晒落啲茶嘅時候，咁就完成㗎啦。